柏芝終於現身飛德國。哇！成20個保安捉人牆咁大陣仗，咪因為近日傳分辨嘅柏芝，尋日終於現身機場咯。之前話拍完《影子愛人》就一直潛水，匿大馬兼碌霆鋒卡，帶2個仔同細佬浩龍地去米蘭 shopping 散心，為免俾人話佢扮病曠工，甩底4川 show，仲2度取消登機，搞嚟搞去，尋日總算成行。一行5人先由香港飛去德國法蘭克福，再去米蘭 join friend。下個月3號至返香港準備新戲。睇佢笑晒咁，但問起2個仔就封嘴唔答。事實上，柏芝一直喺度諗緊點挽救婚姻，但霆鋒似乎心意已決，一對仔嘅撫養權變咗佢哋而家最關心嘅事。於是沉默多時嘅柏芝，早幾日終於忍唔住出招啦！1號波抱仔玩沙，演慈母親子 show， 搣甩爛玩貪錢形象，同時又借經理人 Emily 把口，放料霆鋒大馬連放5日假都唔返香港探仔，齋掛住打機，將霆鋒塑造成不負責任爸爸。柏芝咁落力，咪都係為將來爭仔鋪定後路。